呀，是我们总是用积极，总是用正面的宣告来祝福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左右看一下你的邻居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他容光焕发？你有的话，你跟他说你很美丽，你很帅。你很帅，帅，来金窟窿帅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凡来到永光教会的，你不美丽也很难，不帅也不可能，哈哈。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阿们，阿们。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欢迎圣灵。当我们举起双手，所代表的是说，主啊，我愿意把我全人交在你的手里，我愿意你来充满我。哈利路亚！因为主，你是我的最爱，是我两手空空，然而主啊，我唯有在你的里面，你浇灌我，我才能够得以饱足。阿们。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2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有一个对话。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高举基督的名的时候，万民就归向主。阿们，阿们。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会形成一股从基督来那极大的能力。反正你在你的需要上面，神就按着你的信心来供应你。阿们。我们的敬拜是带着能力。当我们听牧师讲信息的时候，你回应阿们，那个祝福就在你的身上。阿们，阿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的话语是不突然返回的，并且在他的话语上面是带有极大能力的。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告白我们对主的信。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阿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我们不仅用歌声赞美神，也要用我们的舞蹈赞美神。我们用歌声赞美神。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阿们。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神的力量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地为业，征战得胜。阿们。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我的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得胜的君王。阿们。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手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是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来赞美我们神。耶稣是我进的献上荣耀喜乐，为神的厚赐救赎工程，有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理想在我心里，天使看星星由天而来，长鸣主怜悯述说出爱。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救主。阿们。阿门。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进的献上荣耀喜乐，为神的厚赐救赎工程，有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再次来宣告：这是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敬拜赞美的诗歌。赞美我救哈利路亚！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谦虚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一生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拜，都成为馨香火祭，排列在主的面前。阿门。我的诗歌，
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我们的力量从神而来，我们的盼望只在乎神。阿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祷告。我们现在认领了1200多人，这些的生命，这些的灵魂，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甚至没有听过耶稣这么美好的福音。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出他们的名字，我们要认领他们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使命放在你的当中。当我们开口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因此我们要透过祷告来抢救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的心可以成为一个柔软的地土。阿们吗？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的机会，神要使用你，他也要使用你所提名的这些的人，好吗？我们纪念这些人。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两个人的 RPG 的祷告。我们现在来找你旁边的两个人，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会的找不会的，会的找不会的，献一声哈利路亚。我们开始来 RPG 的祷告，先赞美，然后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所认领的人数，然后为对方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快快
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们用手来宣告，主啊，你就是我力量。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更得力的来宣告，说你就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神是我们唯一的力量。阿门。当我们坚固的信靠他的时候，神就是你坚固的磐石。阿们吗？阿门。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他必垂听。也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不同的难题，然而你今天的赞美，神已经听见了。阿神他门。要回应你说：是，我是你的诗歌，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磐石。主耶稣说：孩子，我愿意与你同行。我听见你的赞美，我听见你的赞美，我就是你的诗歌，我必要安慰你。阿们吗？阿门。是的，因为我们常常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在乎你，为我们有这样从基督来的盼望，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更大的给主耶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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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明星，我们是主耶稣的粉丝。阿们吗？阿门。阿门。他是我们的唯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很尊荣他的，跟他说，呀，你跟他说。
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12章27到43节。这旧约的尼希米记12章27到43节，请。为耶路撒冷城墙行奉献礼的时候，众人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以称献、歌唱、敲拔、鼓瑟、弹琴、喜乐的行奉献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聚集，从尼陀法人的村庄、伯吉甲以及撒玛和雅斯佛的田地而来。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是为自己建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以及城门和城墙。我带领犹大的领袖上城墙，把称献的人分为2大队，在城墙上右边的粪场门行进，在他们后面行进的有何沙雅与犹大一半的领袖，又有撒法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悯、斯玛雅、耶利米，还有祭司的子孙。吹号的有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约拿单的儿子，约拿单是玛雅的儿子，斯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沙克的儿子，沙克是亚苏的儿子。又有撒迦利亚的弟兄示玛雅、亚沙利、米拉来、基拉来、马爱、拿坦叶、犹大、哈拿尼，各拿着神大卫的乐器，由以斯拉文士在前面引领。他们经过全门往前，登大卫城的台阶，上城墙的斜坡，从大卫宫殿之上，直到朝东的水门。第2队称献的要往反向行，我和一半的百姓在城墙上跟随他们，从楼炉之上直到宽墙，又过了法年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户妹门站住。于是这2队称献的人，连同和一半跟随我的官长，站在上帝的殿里。还有以该亚、马西亚、米拿来、以该亚、以利约乃、撒迦利亚、哈拿尼亚等吹号的祭司，又有马西亚、斯玛雅、以利亚、胡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歌唱的大声歌，有以斯拉西亚做指挥。那日众人献上丰盛的祭物，并且欢乐。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但孩童的也都欢乐，甚至从远处都可听到耶路撒冷的歌声。以上的谢谢大家。愿脚前的路上的光，谢谢。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好，我们今天呢是非常的特别，是台湾神学院的请安纪念主日，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欢迎神学院派来我们曾宗盛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呢他今天要用尼希米记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好吗？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曾宗盛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礼拜的讲道主题里边，谢谢。我用克服各样的艰难，上帝使人欢喜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可能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别不同的经验，比如说你可能遇到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里边，你完成了一件事情，或者做完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要找时间呢做一个欢庆庆祝，或者是欢乐做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其实很长的，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假如我们是上学的话，星期五下午傍晚整个礼拜的课程完成了以后，你星期五晚上一定会想要放松一下，是吗？
然后你工作呢，到了星期五下班以后呢，你一定会想要放松一下，是吗？好，那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小小的一个礼拜的这样子学习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我们都想要再放松一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在上班或者工作里边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计划，或者完成了一个工程，或者有人可以住到自己的新的房屋，或者是租的房屋，或者你在你的公司或者在你的工作里边呢，你完成了一件公司交代的一些事情，你们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说终于完成了比如说工程人员里边看到他所做的一些工程完成的时候，启用典礼的时候，那么他们会心里边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呢，这是一个儿童的娱乐公园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有地方的官员、里长，还有家长们呢，就在这个儿童的娱乐公园的当中来举行一个庆典。完工了，那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那些远远的那些东西都是气球你可以看到这边排坐的这些官员们，或者说地方的政要等等，在这边。那后面呢，你可以看到有家长、有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小朋友。等到这个剪彩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到这边来玩后面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溜滑梯啦，或者是我们可以登爬的地方啦，还有一些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所以阿公阿嬷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或者是爸爸妈妈带他们的孩子也好，就可以在这边启用之后呢，就可以欢乐的游戏着。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台湾社会里边呢，这些社区里边的一些公园特别是对小朋友来友善的一些公园，变成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工程完成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庆典。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呢，尼希米记，那其实它是跟以斯拉记呢是联合在一起的。而这两卷书里面呢，就在描写，原来离开故乡的犹大的人民呢，他们可以回到故乡里边去重建上帝给他们的家园。那很重要的是，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呢，是一个残破的家园，还有荒废的家园，还有荒废的房屋，还有城墙倒塌的城墙等等。那因此，他们回到故乡里边呢，不仅是要重建他们的生活，而且很重要的是重建他们的心灵福祉。好，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重建的过程里边遭遇到重重的挑战还有困难，但是呢，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能够越来越好，荒废的能够重整起来以前没有人耕作的地方，现在渐渐的又有一些耕作的可能性。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假如放在以斯拉和尼希米记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主前第6世纪的时候，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呢，他们的国家政策呢，就是波斯帝国的皇帝让他们俘虏的这些各族的百姓呢，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去，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的圣所。那因此呢，犹大的百姓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然后重建他们的家园。好，那所以在这样子大环境或者说国家的帝国的政策之下呢，我们看见他们经过了3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们重建圣殿。第二个阶段里边是宣读摩西五经或者是律法书，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第3个阶段呢，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第3个阶段里边。在第一个阶段里边，我们看到的是经文里边描写说，在主前515年的时候，这些犹大归回的百姓里边，他们重建圣殿完工，举行献殿的典礼。这个对当时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透过圣殿还有祭祀的系统，可以再一次的展现或者连结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连结起来。那过去呢，是透过这个献祭的方式来表达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呢，是差不多在70-80年之后，在主前的第5世纪的中叶的时候，经学教师刚刚我们读经文里面用文士来讲，就是以斯拉呢，他在这边教导以色列人重新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很特别的是呢，他所读的呢，就是摩西五经的经文，在宣读的时候呢，是用希伯来文来宣读，因为他们的原来的语文是这样子。
但是在解释经文，或者说讲道，或者是分享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用亚兰文。这个情况呢，我想我们在台湾非常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我们长辈们，可能是用台语啊，或者是客家语，或者在原住民教会里面，他是用原住民语母语。但是年轻一辈的就可能忘了或者不知道没练邓啊，就是对母语呢不熟悉，于是呢就用华语，像我们现在礼拜这样的用华语来解释。所以读的时候用他们原来的母语来读，但是在解释经文呢就用通常的或者通用的语言里边。不过不管怎么样子，读经文还有解释经文呢，就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尼希米呢带领的归回的犹大人民呢，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3个阶段里边，我们看到，在这个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3个阶段的工程。那很特别的是，每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呢，当地的百姓还有人民都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以斯拉记里边第3章12节和13节里边，他提到说，当那个毁坏的原来的所罗门的圣殿毁坏之后，他们几十年之后回到他们故乡要重建圣殿的时候，要来说奠基啊，就是打下这个圣殿的根基。奠基的典礼完成之后呢，经文里面提到12节和13节说，有些人呢就不禁的放声痛哭，但是其他的在场的人呢就大声欢呼。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哭有人笑？因为在哭的人呢是长辈的人，他们曾经看过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个规模，那他们看到这个重新盖的这个圣殿的规模，跟他们以前所看到的好像差别很大，因此他们哭。所以你可以看到图片这前面的3个人垂头丧气的这个哭泣，但是后面那边的年轻一辈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圣殿重新建造根基了，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们欢呼啊！你可以看到像敬拜赞美、唱歌跳舞一样的这样一个画面交织在一起，有人大哭，但是有人欢笑。这边很特别的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这些欢呼或者是嚎啕大哭的声音。好，这是第一阶段里边，我们看到在场的人他们的反应。第2个阶段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经文呢是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19节到12节这边描写的是他们重新在这个建好的这个圣殿的广场上面呢，重新做礼拜，在那边宣读摩西五经律法书。好，刚刚提到过了，宣读是用希伯来文，讲解是用亚兰文。那这些人都在场的人都听得懂，知道说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看，众百姓听到摩西五经或者律法书的解说之后，都哭了。好，然后呢，省长尼希米，还有文士或者经学教师，以及在场服侍的利未人，就劝告他们说：今天是主的圣日，我们不要哭，不要哀伤，不要哭泣。好，然后呢，省长尼希米也鼓励他们在场的所有的人说：今天是欢乐的日子，是主的生日，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欢乐的吃，还有喝，而且跟欠缺的人、没有的人来一起来分享，因为这是主的圣日。我们在这一天呢，不要忧愁，因为上帝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呢，用这样的话来鼓励在场所有的人，而在场服侍的利未人呢，也安慰在场的这些参与礼拜的人说：要安静。今天是圣日，不要忧愁。好，所以百姓呢听了这样的一个劝告和勉励之后，他们就去很欢乐的吃，而且喝，以及跟有欠缺的人，或者说有缺乏的人一起来分享。那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都大大的喜乐，因为他们明白教导他们的话语。换句话来讲，就是他们听得懂上帝的话语，而且知道上帝的话语解释带出来的力量，就像我们刚刚诗歌里边，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他们知道了，去感受到了，心里边理解了，所以他们知道，所以就大大的喜乐。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在不同的阶段里边完工之后，人民在场的人、参与礼拜的人或者参与圣工的人，都有一些反应。前面我们看到了，有人哭泣，有人欢乐。在这边呢，
第二阶段里面，他们大大的欢乐。所以在圣殿里面，我们看见了，因为祭祀的系统重新恢复，神和人之间透过这样的祭物重新连接起来，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喜乐，终于好像是我们的电源插到电，然后我们的灯可以亮，我们的炉子可以用，等等等等。第二阶段里面的经书，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是研读经文，而且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他们可以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能够享受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第三个阶段里边就是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完工之后，可以保护他们的性命安全，不受外敌的侵扰。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不过假如我们回想一下台湾的历史，100年前，那时候这边还有台北城，这附近这边有台北城，台北城里边有东西南北门，这个城墙里边就高高的2公尺到3公尺之间，然后在这个城墙上面有走道，不仅是人可以走，而且是车子可以在上面开，保护这个城。所以保护这个城的城墙呢，就非常的重要，可以不仅是保护在城里面的性命的安全，而且不受外敌的侵扰。所以这3个我们说阶段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第3个阶段里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前面的经文这样描写说，尼希米这省长呢，率领着犹大人，他们回到故乡之后呢，重新开始建造这个城墙。当然这个建造城墙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说要做就做的，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而这个克服难关它的挑战里面呢，简单的来讲，可以分成2个，一个呢是内部里面的阻扰还有势力。有人说干嘛要干城墙？那我们这样子不是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那么费功夫呢？为什么花那么多的力气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金钱投入在这当中呢？好，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说不需要。好，那如何去克服这些内部的我们所说的阻扰的势力，或者说反对的声音？这变成是尼希米还有当地的人，他们必须要去克服的。更严重的是外来的威胁，还有利诱外面的人这边经文里边提到是在附近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看到尼希米带的犹大人在那边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们在干嘛？你们是想要反对这个波斯帝国皇帝吗？所以用各种的方式黑喊、污蔑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恐吓等等方式。好，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面对外面的阻扰势力呢，也必须要去克服。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从第4章、第5章、第6章里边，它的描写的就是尼希米如何带领着他们的同胞们，还有同工们，克服内部的问题，还有外部的阻扰。好，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完成了这样的施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边，你可以看得到，有人搬石头叠起这个城墙，有人用木头安装城门，所以这些工程呢，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来投入。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字，而这个很多的名字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群人的事情，是大家都要参与在这当中，才有可能盖起这个城墙。好，那所幸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他们终于克服了内部还有外部的各样的阻扰还有问题之后，困难解决了，终于呢完成了这个修建城墙的工作，然后要举行这个庆祝典礼啦，还有奉献典礼。好，现在一个问题，那现在完工了，如何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庆祝这个典礼？如何进行呢？像我们教会在比如说在未来的圣诞节里面，我们一定会安排说我们圣诞节活动是吗？那圣诞节要怎么安排？这个程序要怎么样？要谁要参与？要什么样的过程等等，这都需要安排。那我们看一下，在完成这个城墙之后呢，他们怎么样子庆祝典？就是游行，环绕着城墙来举行庆祝。刚刚我们提到过了，这个城墙是很宽的，宽到呢，你可以一群人在上面走，甚至车子可以在上面开。这就是他们完成了庆祝的典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图片里边呢，艺术家让我们去想象那个城墙是怎么样的情况。好，那这张图里边呢，是考古学家他们重建的，尼希米的时代里边的耶路撒冷到底长得怎么样子？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地图里边，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就这样子建造起来了。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看这张图里边，这些庆祝的队伍呢，就是绕着这个城墙来游行还有这边我们看到了圣歌队的吟唱诗歌，就像我们今天礼拜，还有乐团乐器的演奏就在这个城墙的举行绕城的典礼庆典的当中，一面唱歌，一面乐器，还有跳舞，就像刚刚我们礼拜里面的舞蹈一样，这些都在这个庆典当中举行。还有我们可以看得到，祭司呢吹着号角，好，这样的一个庆典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所以我们从这张图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欢乐的场。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27节，他说用称谢、用歌唱、敲把、鼓瑟，还有弹琴，还有喜乐的举行奉献典礼，这些是当时熟悉的乐器各样的乐器呢都带在这个场合里边游行、奏乐、诗歌、圣歌队，还有所有的人都参与在这当中。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圣歌队、乐器伴奏，还有舞蹈等等，这个很像我们今天在礼拜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个时候里边的庆典也是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人员，还有我们所说的圣歌队，还有各样的乐器呢参与在这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28节提到说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住，那就是为了方便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参与服事。那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像尼托法、伯基甲，还有加巴，还有亚斯马尼等等等等这些地点里边，就是在这个城墙的附近区域里边，方便他们进到圣殿或者进到耶路撒冷城墙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这整个场景里边就是很多人参与在这当中，而且非常热切的参与在里边。30节里边有描写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在典礼进行开始之前呢，他们要举行一个洁净典礼，人员的洁净典礼，还有城墙还有城门的洁净礼仪。在人员的洁净礼仪上面，我们看到是祭司还有利未人为参与的所有的犹大人来净身、洗手、洗脚、洗脸等等。好，那至于城门的洁净礼仪就比较特别，他们必须要用祭物，像牛或者是羊的血涂抹在这个城门或者城墙当中表达这个奉献礼仪。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边举行这个洁净礼仪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庆典。那我们看到很特别的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很长的经文里边呢，其实简单的来讲，可以分成2大队。一大队呢，就是我们图片里面橘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右下角这个橘色的这一大队，他们呢是从粪场门或者是粪门，然后走到泉门往上，然后再来到水门的地方，就是从下面往上走。另外一个经文里边提到说，相反方向，他们呢是从这个黄色的这个条线里边，从卢楼、宽城、古门、鱼门到阳门就是这个相反的方向。所以这2大队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有非常多的人员参与在当中，有圣歌队在里边，有乐器在这里边，有吹喇叭的祭司在这里边，浩浩荡荡的。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是145号中正路是吗？那你可以想象说，中正路1号，然后到当中正路400号，这些全部都参与在当中。当欢呼的时候，从1号一直到400号，都可以听得到我们这边欢呼的声音。好，第一大队里边呢，在31节到37节里边描写说，他们从南边呢向右，然后向上这样子走，绕着这个城的东边的各地。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地点，由以斯拉文士或者是经学教师来带领这些歌手，还有犹大的领袖，还有祭司吹号角或者吹喇叭，还有其他的人员弹奏乐器等等，这样非常热闹的从这个橘色的路线里边向上走。
第二大队呢，在31节到37节里边描写说，他们从西边黄色这个区域里边往北绕城的另外一边。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是尼希米省长带领着游行的队伍，有祭司吹号角，还有歌手唱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边都有圣歌队，两边都有乐团，都有乐器，还有两边都有号角在吹号角。好，那他们结束地点呢是在圣殿的这个护卫城的门口。那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橘色的圈圈这边，就是圣殿。好，所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最后的集合的地点就是进入这个圣殿的区域，两边一面歌颂，一面圣歌队，还有舞蹈，还有乐器。然后经文里面描写说，感谢上帝的队伍，就一路上他们一直在唱着感谢赞美的诗歌，像我们刚刚礼拜之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最后呢，他们就集合在这个圣殿的区域，就这个橘色的圈圈里边。下面这两张图呢，就让我们可以去想象说，他们集合的情况大概是什么？就在这个圣殿的周围，还有圣殿的里边。好，所以最后两队呢，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区域里边来集合。还有43节里边描写说，他们奉献很多很多的祭物，而且他们也分享这个祭物，一起吃喝，就像前面我们第二阶段里边所看到的。经文里边43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描写这些队伍参与的人呢，不是只有当时我们所说的算人头的人，就是男性或者是男丁而已。经文里面还特别强调说，当时不被认为是人数里边不算是人数里边的妇女还有小朋友呢，都包括在内。所以经文里面他特别强调说，这些庆典里面不是只有成人男性参与而已，而是包括呢妇女，还有所有的小朋友都在这当中，表达出非常喜乐，还有非常高兴的这个场景。经文里面提到说，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喜乐，或是大大的快乐，这就是成为这个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靠着上帝给他们的大大喜乐。这边还提到的，这欢乐的声音，或者歌声，或者是呼喊的声音呢，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我们中正路1号还有400号都可以听得到一样。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我们说的3个阶段的回应里边，都有人民的回应，欢呼的声音传播非常的远，非常的喜乐，还有喜极而泣的这样子一个声音。好，那姐妹弟兄们，今天我们读这样的经文，这是2500多年前的经文。今天2024年11月，我们在这边礼拜读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困难，或者说我们生活不完美。像刚刚我们在带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完美的，常常我们遇到各个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还有困难。有些我们可以跟别人讲，有些我们不敢或者不方便跟别人分享，我们就是独自的受苦，或者是感受到那个哀伤，或者是疼痛等等。但是我们总是会有机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面，在适当的时间还有机会里边，我们可以欢乐庆祝一下。像刚刚我们是提到的，星期五傍晚或者晚上，我们1个礼拜的工作下班了，或者我们放学了或者我们其他的场合等等，我们都需要利用时间来庆祝或者放松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工作或者是读书而已。好，特别重要的是在43节，因为上帝使他们大大的快乐。这个在过去是这样子，在今天也在我们礼拜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刚刚我们诗歌里面也提到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上帝就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让我们大大的喜乐，所以上帝是我们生命喜乐的来源。过去这段经文是这样子讲，今天我们在这边礼拜也是这样子对待，让我们知道主就是我们力量喜乐的来源。好，虽然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重重的困难还有挑战，但是不变的是，过去还有现在，
主都是我们喜乐力量的来源。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或者学习也好，我们的学校也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会完成我们某个阶段的工作，或者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人段考才结束，或者月考结束，或者期中考结束，或者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某个阶段等等。我们总是要透过那种一个阶段一个步伐慢慢的完成，今天完成一小项，明天完成一小项，累积了1个礼拜、1个月，或者甚至1年，我们才会把事情做完。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些进度。那盖这个城墙也是一样，我们看这张图里边，有人堆石头叠石墙，有人用木头盖城门等等等等，一小段一小段的工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逐渐的累积起来，最后才完工。我用这张图让弟兄姐妹们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城墙，他们在游行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完工了。但是，假如我们回去看第3章的时候，我们细细的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工程其实是一段一段完成的。你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经文里面第3章开始的时候提到阳门这一个段有一群人或者几个家族合作，再来鱼门，还有再来我们看到了鼓门或者是宽墙这地方，你看到这个一点一点都是一段经文一段经文的描写。你可以看到那个完工的顺序呢是这样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完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呢都是许许多多的人，有名的人、无名的人都参与在这当中。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呢就反时间的方向这样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2章是欢乐的庆典，但是假如我们回到第3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流血流汗，还有体力不支，或者是体力受伤等等等等，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就是这样子一段一段的完成，最后完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整体的画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欢乐的场合。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或者我们的服事，还有我们的家庭里面，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总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情完成，每一个人我们都尽力完成一件、一小件或者一小步，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小的工作，但是呢，在日积月累的当中，最后呢，我们看到完成了，像聚沙成塔这样子。最后的完成呢，我们会看见说怎么可能我们可以完成这样的艰难的工作或者是伟大的工作？我们会发现辛苦的代价其实是值得。这就是我们看到12章里边庆典、完工、欢乐、庆祝、奉献城墙给上帝，这是多么的需要欢乐的事情。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前2天台风过境我不晓得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家是不是都还好，但是在神学院呢，刚好在山上，所以这台风一来10几、12级的风，有些树你可以看得到就被吹倒了是灾情惨重甚至呢这个马路呢就被这个倒下来的树阻挡住了。还有我们神学院的这个办公大楼里边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树呢，也被吹倒了。好，那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这张图里边让我们更看见，你看这个图里边树倒了，然后挡住了路等等。我们那一天星期五早上呢，我们没办法出入，所以怎么办？当然要清理家园或者清理校园。好，那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在经过一个早上还有下午的帮忙，有人用电锯把这个刚刚挡住的路这个树干切断，还有刚刚我们看到阻挡在神学院门口里边的这些树，就是把它切断以后呢，又可以通行，然后我们一般的上班的生活或者上课的生活也可以继续。但是这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要透过许许多多的我们全校的老师、同工还有同学参与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得到有同学、老师还有同工呢，就这样子清理树叶锯断这个树干之后，把它清理到路旁。所以
神学院又可以恢复一般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在读经文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去观察还有体会上帝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使我们可以感谢呢？我想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建造城墙是一个好的例子。刚刚我们提到了神学院的这树倒了，台风过境之后清理恢复正常，这是另外一个例子。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子，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也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好，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用我们的耳朵去聆听，用我们的心灵去体验，还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行。事情就是这样子，一寸一步，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祈求上帝呢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力量的当中面对我们的挑战，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经验到主真的与我们同在。就像刚刚诗歌里边，主是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也且像经文里边所提到的，主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来源，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得到超越或者克服我们所面临各样的挑战，可以去体验到主的恩典跟真的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祝福我们的、爱我们的，永远不止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经验到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喜乐，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会遇到各样的困难挑战，甚至是超过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但是感谢你，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也鼓励我们。主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我们可以靠着你克服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与挑战，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可以欢乐的庆祝，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为着这样子的福分恩典向你献上感谢，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验你的恩典，也能够在困难当中看见你为我们排除各样的困难与挑战，让我们能够欢乐的感恩，向你献上赞美。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我们学校呢有预备一个5分钟的影片，那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影片。从跟随主的那刻起，我们便开始踏上认识爱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自己的旅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管快或是慢，我们都在奋力的前进，但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所以难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甚至会想要放弃。上帝的爱是一种超越理解的爱，这爱显现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我们度过困难和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的爱是非常的丰丰富富在通过许多的人的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上帝的爱。就正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上帝爱世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爱我们。因着爱的缘故耶稣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因着爱的缘故，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救赎跟希望。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
常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然后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台神在台湾的社会里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我们却能够走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不只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弟兄姐妹因着爱，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建造这间神学院。这份爱没有因为时间消失，它仍然存留在这个校园的每个角落，直到永远。台湾神学院所栽培的每一位学生、每一位牧者，都是上帝自己呼召并装备的上帝国的工人。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透过你们的奉献，让所栽培的这些上帝国工人可以成为教会、社会未来的信仰领袖。当你捐助台湾神学院的时候，你就是在参与上帝国的工作。无论你奉献有多少，我们相信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我们向前行的力量。诚挚的邀请我们一起参与这美好的上帝国工程，一起来建造。爱是付出和奉献，也是一种深刻的承诺。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前行，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得以完全。虽然每个人的步伐不同，无论前路如何，我们依旧前行着，朝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地有情的意向迈进。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带领也差派曾宗生老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信息。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相信在神所爱的儿女，神所呼召的他的百姓当中，我们每一个的决定，每一个的一个行动，都是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关心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台湾神学院，就是参与在神的圣工当中感谢主，也透过曾老师今天透过旧约神的信息让我们来了解，当以斯拉尼西米他们来建造神的圣殿、神的城墙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并且以信仰为中心来建立属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看见百姓是蒙福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参与，这是一件最棒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凡是有所谓建造，就是一种的工程，对不对？好，任何的工程都需要人力、资源跟时间，这一些都是在考验我们参与的人我们的耐心跟信心跟盼望。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有意向的教会，成为有意向的弟兄姐妹信徒，让我们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前面的标杆执行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伙伴，我们一起往上走，有伙伴，我们一起彼此的分享跟分担，这样的喜乐都在整个过程里面可以一同的享受的。阿们。所以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因为上帝大大的使他们欢乐。阿们。所以我们要不要吃喝玩乐？也还是要啦哈，对不对哈？所以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享受在神所预备的一切。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彼此交易有时，让我们建立的是甜蜜的团契，是属神的家园。阿们。我们现在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话语。喜乐的来歌颂他。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坚固盼望只在乎你。跟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坚固盼望只在乎你。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只有相信，因为你像众山一样围绕着我们。众山如果围绕耶路撒冷，你就包围着我们，用你的爱，用你的能力来护庇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宣告，我们必然得胜，我们必然拥有你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来突破一切的艰难。我们更相信，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为主你而活的时候，一切万事你都要成就。我们要以成功来成就更美的事。主啊，
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我们永光教会，祝我们台湾神学院，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主建立。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你的喜乐必大大的护庇我们。谢谢你，一样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的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宣告一次，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把一切荣耀颂赞用掌声归给我们至高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他配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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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喜乐是从你而来，因为你看着我们对你的赞美，你用笑脸看着我们，让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与主你不断的连结，从不间断。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用我们的祷告与你更亲近，也让我们的赞美成为馨香之气，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眼目看顾着我们，坚固我们的台湾，坚固我们台湾神学院，也坚固奉你的名设立的永光教会。凡属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百般的恩赐跟能力，让我们的服事是带着喜乐的，让我们的笑脸是从你而来产生的力量，成为最大的感染力，让这个社会因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带出属天的价值来。感谢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祝我们还归向你的人，把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神学院、我们的国家都交你手中。那个稳固是我们确信的。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记在创世纪14章19到20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在亚伯兰的时候，曾经发生4王与5王的战争。住在所多玛的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卷入其中，被掳走了。亚伯兰呢，就率领手下兵丁去拯救罗德。当亚伯兰顺利的救回罗德时，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就奉献11给麦基洗德。上帝颁布11奉献成为律法是在摩西的时候，而没有领受律法的亚伯兰竟然凭着感动向麦基洗德献上11，显然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启示。当亚伯兰将启示化为实际行动，就是信心的表现。上帝就把自己的名字加给亚伯兰，将他改名为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并赐福他家大业大，多产倍增掌权。我们常常渴望领受圣灵的启示，若在11奉献上信心还未突破的弟兄姐妹，不妨试试11奉献带来的祝福。首先，自己成了能够领受属天启示的人，对于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继承亚伯拉罕之福，就是家大业大，多产倍增掌权，就更加有信心了。省长尼希米呼吁百姓，我们建造吧。现在就让我们用金钱更多的来建造教会，还有神学院。阿们。是奉献的时刻，但是牧师还是要讲几句话哈，因为要给大家有时间来做预备。好，
在周报里面有奉献的奉献袋，这是为台湾神学院今年所需要的来摆上。我相信我们参与在奉献当中，就是参与在神的圣工里面。不要忘了，我们教会也是蒙台湾神学院极大的祝福的教会。因为目前我们还有3位的神学生，还需要老师多多照顾一下，对不对？对不对？不仅这样，我们潘牧师也是台湾神学院毕业的，我也在台湾神学院兼任12年哦，对不对？那未来我们还有每一年呢，我相信都要派遣那被呼召、愿意委身全职服侍的我们年轻人到神学院去，在台湾神学院受造就。所以这个神学院跟我们的永光教会是不能切割的啦，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我讲了那么久的时间，就是叫你们预备好了没？预备好了没？好了吗？好了，那我们就来开始要预备奉献了哈。感谢主。这时候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起立。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衷心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会众请坐，有请潘牧师来施工报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圣殿。今天在我们的敬拜上面，真是充满了美好。我们有没有领受到从圣灵来的那恩膏，让我们大大的领受？阿们吗？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得着许多的能力了。哈利路亚！当我们听完信息，我们诗歌敬拜之后，我们就知道，从我们里面所有的软弱都挪开，神的意志进来，神的能力进来。我们常常要借着这样的信心来迈向每一天的日子。阿们。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来消息的报告。消息报告之前呢，我们再一次的来欢迎我们的曾宗盛老师，谢谢他，谢谢曾老师。哇，好帅的曾老师哦！感谢主。
神也大大的赐福在曾宗盛老师他的家庭，还有他的服事、他的教学上面让他更多的得力，恩典够用在他的身上。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本周的导读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见证，每一个时刻都是见证，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常常有口袋见证。好，那我们呢来念这引言，来，请。见证是将自己看见或亲身经历的事实讲出来，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见证人。感谢主，神带领周牧师、潘牧师呢到德国，然后到荷兰、英国去研修，然后也去探望弟兄姐妹。那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周牧师要开始来分享我们到德国去研习参观有关于马丁路德他做宗教改革很多的我们所参观的部分。所以呢周牧师从下个礼拜要开始来分享，所以一定要跟你的组员说每一个礼拜都要来，阿们吗？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下周起都不能缺席。感谢主哈。好，我们时常要见证神。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礼拜有我们明年的意向传递。好，2025过得好快哦，现在已经11月了哈。好，那谁来参加呢？我们的现任的长职，还有铁三角同工，以及我们各单位的首长都要来参加。好，接着幸福桌游，我们的外展呢已经进入第2周。那每一个小组呢都非常的活泼火热的，透过桌游来引导我们的 Best 来到我们的当中，持续的为我们这一些所认领的我们的6636策略，我们现在总共认领了多少人？1240，我们持续的为这些来祷告，而我们自己已经跟神有了约定，每一天都要为他祷告，每一天都要为你所认领的来祷告。好，接下来，好，直觉幸福从什么时候开始？12月3号，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直觉幸福这个圣诞手作呢，开始之前呢，有我们铁三角同工的体验，所以呢，我们已经我们的牧区已经都有安排总召人员、主持人员，还有桌长，这些人呢，到时候呢，我们都是服事同工，所以我们就不做。然而我们不做呢，我们必须要先体验，你体验了，到时候你才能够协助这些来参加的 Best。 所以呢，我们的体验是在11月17号下午，你一定要出席。你如果没有出席的话，你就没办法服事。好，所以这些是已经在牧区里边选出来的同工来先体验，不是所有的人哦，不是哦，是选出来的同工要来参加这个体验营。所以我们光同工大概将近要有100位了哈，所以我们的同工你要注意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人数已经都额满了哈，所以我们在12月，我们将近有500位会参加在这个圣诞手作。所以我们圣诞手作之后呢，是我们的系列活动，接着就邀请他们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圣诞的庆典里面，好，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小组。好，这是我们系列的一个邀请朋友的一个方式哈。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的幸福备课呢，1点半在副堂，所以请我们的副长来出席。那副长你可能想说我都会了，其实呢我们这是第2次运用桌游来开我们的幸福小组，所以呢我们再让他熟练一点。昨天牧师去到青少年看他们的副长在带领的时候，这是第2次，带起来就非常的熟练。当他们在分享那个福音手册的时候，在带领他们玩桌游，非常的熟练。然后牧师也看到他们在话语里面真是带出了能力，每一个组员听到的他们都很被鼓舞。牧师也访问了这些的青少年，如果你的同学来参加这个桌游，你觉得好不好玩？他们回应说非常的棒，
而且很容易就能够明白福音是什么，透过一些的道具来明白福音。所以呢，我们为了要得着人的灵魂，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式。阿们，感谢主哈。好，再来。好，那这是我们的幸福小组所认领的1240位，一定要祷告，因为唯有祷告能够产生力量在他们当中，让他们成为一个柔软的心，然后来到我们的小组里边。好，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停止的，而且我们要在 RPG 的祷告，每一天的 RPG 的祷告上面，我们特别的组长一定要鼓舞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在 RPG 的祷告上面去看重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用在其他的事上。所以 RPG 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不仅为教会、为世界、为台湾，所有一切的好都是因为你的祷告。所以你是那个大有影响力的人。阿们。好，所以呢，我们的 RPG 祷告呢一定要持续，一定要持续。这个是从我们在因为疫情不能够实体的礼拜，所以呢，神就让我们有了 RPG 的祷告。我们到现在每一天都有人在 RPG 祷告。我们累积到现在有多少人？超过了5万人次，超过了5万人次。所以这是上帝透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来祝福这世界。阿们。阿们。所以这个恩典也会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旅外小组就是国外的哈，他居住在国外。那这一次呢，牧师呢到国外去，那建立了2个小组哈，是眷小组还有恒宇小组。感谢主，他们现在也每一天开始把 RPG， 然后呢1个礼拜里面也有他们的小组。所以我们在台湾，那他们在国外，透过这样的小组呢，我们可以连结。所以呢我们的眷小组呢现在是放在知和小组那边，他拓殖，等于是他拓殖出去的一个小组哈。所以他们在那里也可以带领他们英国的朋友能够来加入到他们的小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不断的拓展家庭小组，这是也是我们明年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哈，家庭小组的拓展。好，再来圣歌队呢，为了圣诞节呢现在已经开始练习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在这里练习哈。所以牧师呢极力的邀请，如果礼拜六晚上你没有服事的话，礼拜六晚上有服事的请举手，礼拜六晚上有聚会的请举手，礼拜六晚上有聚会的好放下，没有聚会的举手。波波你没有举手。好，没有举手的都可以来参加圣歌队。好，把你的歌声献给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服事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11月30号呢是跟中永和的圣诞嘉年华，地点在4号公园。那我们呢要邀请征召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呢我们要参与的，我们可以来跟我们的组长报名，或者是跟会宴干事来报名。我们要服事什么呢？我们在那里要用气球，然后要闯关，然后再来就是要介绍他们认识永光教会。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培育学校的同学们，培育学校毕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在这里来服事，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为路人做祝福的祷告。好，这个是我们很棒的操练的机会哈。所以呢，我们的组长呢来带领我们的组员，我们来踊跃的来报名哈。这是跟中永和各教会联合一起的。好，再来。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教会成立的协会呢要召开会员大会，所以呢会员要来参加。好，另外我们的台湾神学院呢有一个招生说明会，时间是在今天的下午。如果你有兴趣的，时间可以的，或者是你有感动要献身的，也可以来先听听看哈这个招生的说明会。另外呢礼拜2我们要召开北中的会议，所以请我们的同工牧师呢该参加的要来参加哈。好，另外呢，我们利安姐妹的爸爸廖福荣弟兄在礼拜5晚上
蒙主恩召。利安有在我们当中哈，我们持续为利安还有他的弟弟伟南呢，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永光教会，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他们家庭在现在的难处当中，我们持续的为这个家庭祷告啊。所以呢，有许多的鼓励，有许多的安慰，我们都在祷告里边来纪念我们的利安，让他们的心能够得着神所带来的平安。阿们。好。再来我们在健康的部分呢，为于素英、还有丽清姐、还有吕金耀弟兄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在你的小组里边，我知道我们也常常为我们小组弟兄姐妹的健康祷告。你的祷告，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一份的健康，神也必降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好，阿们。好，再来我们。OK， 好，我们去英国的时候，我们的恒宇呢，他有收到我们弟兄姐妹牧师呢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呢有大概50份，每一个人都写了一张小卡片，好，牧师带过去给他，他非常的感动。那牧师在那边跟他居住了6天，那他都没有看。我说，你怎么没有看呢？他说，牧师，等你们回去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慢慢的看，透过我们的卡片对他说话，陪伴他。那他呢，特别跟牧师说，谢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的爱他，用心，然后写这样的卡片，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也很被支持。感谢主。那他在牧师到达伦敦的时候，神就要我们跟恒宇说，神已经医治了你的病。隔天呢，我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收到医师来的电话，在跟医师的对话当中，医师非常的不解，他说，为什么你肺部的积水都不见了？肺部的积水都不见了。医生说，这个情况简直是像白天跟黑夜之差别，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跟我解释吗？为什么原来是很严重的在做化疗的，而现在你整个的肺部全部都好了？因为我们都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小鱼呢，他经历到这个神迹。当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异梦，神真正医治他了。感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并且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祷告，只要有行动，神迹就要发生。阿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神迹，所以呢，再一次谢谢我们弟兄姐妹。好，再来，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来的新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好，艾琳在这当中吗？好，请站起来一下，我们认识一下。陈嘉玲介绍的是，哇，我们非常爱的艾琳，你住在哪里？住永和，是以前到过教会吗？是，好，那现在我们呢都很欢迎你随时回到永光教会，阿们吗？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艾琳在我们当中。好，我们来欢迎富庶弟兄，是何家所带来的朋友。富庶弟兄在哪里呢？富庶弟兄，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你在礁溪受洗过是不是？在礁溪教会吗？好，有机会可以多认识。那你现在住在中永和吗？现在住在中永和，欢迎你常来到我们的永光教会，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好，再来。伯家，我们欢迎伯家在哪里呢？少鹏同学的爸爸，少鹏同学的爸爸。好，先离开哈。好，上帝也祝福伯家哈。好，那下一次我们还会再看到他，所以呢，这几位呢，我们一次的欢迎，永远，阿们，永远的欢迎哈。请这2位弟兄呢，请你们
起立，然后呢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呢他们要来接待你们，然后呢也送教会的礼物给你们哈。欢迎你们继续回到永光教会来。你也跟旁边弟兄姐妹，你跟他说，非常高兴跟你一起敬拜。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爱心，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好，我们请曾老师向后转。好，来，耶稣爱你哦，来，耶稣爱你，来，耶稣爱你。好，我们爱曾宗盛老师。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喜乐充满你，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起。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曾老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与感动，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